老板，哎，我鸟在哪里？哦，在那边。OK，你有请鸟啊？鸟啦。会心一笑，然后了然于胸。导演林志儒用逗趣幽默重新诠释客家。为什么要那么正经八百的来看客家？我们用一种逗趣的，甚至于开玩笑的，来试一下。调皮大胆酷搜剧情，乍看摸不着头绪，其实处处有道理。我那个点，我可以让你会心一笑。对，甚至于故意慢两拍，那个慢两拍是哦，不是那种很单纯的肢体或者立刻爆开的那种。我是客家人。原来如此的桥段设计是林志儒的巧思，没有成就包袱，果然大受欢迎。哇，阿嬷也会跳哦！原来山歌也可以这样跳哦。很多非客家族群的会很喜欢，他觉得哟，这个不太一样，对，不太像我们平常看到的客家广告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或者汲汲营营的一定要把客家文化弄在面前，一定要告诉我们怎么样。重新排列文化意象，消遣也自娱。林志儒说，逆向思考就是另一种前进。那导演你自己心中啊，燃烧的那把火，你觉得是什么？有一句了哈，外好七家州，上州嘛该，都州嘛该。外好七家州，上州嘛该，秋州嘛该。什么是客家呢？林志儒导演企图呈现客家人往心里头看的勇气，大方表现什么是我，真实的我。外好七家州，上州嘛该，秋州嘛该。外好七家州，上州嘛该，秋州嘛该。